会开始。跳姐姐呢？非常欢喜呢，因为再一次来到咱王公里来做演出，那么呢，咱非常感谢到咱的李长邀请，那么这么用心来唱的音乐，这么好活动，我咱里面呢会当来做伙食暗顿博感情吼，所以有一句话在咧讲，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吼，咱拢带共一个理，但是代表着咱大家都有这个缘分吼，所以呢就有这个机会伫遮做伙用餐。做伙来欣赏着这个歌曲哈。现在呢，咱就以上盖热烈拍下来，谢谢我们的蔡李长，谢谢李长，你辛苦了，我们都爱你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来伫遮呢，来介绍着芒地乐团，再一次为咱大家来欣赏哈。芒地乐团伫2006年来成立，今年已经是第12代，也就是咱在地本土的乐团哈。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着阮的芒地乐团，同时担任keyboard手吴应贤吴团长。好，芒地乐团也是经过咱台南市政府核准通过了有证照的演艺团体，所以时常被邀请到各地方来演出。今仔日呢，会当再一次来甲咱王公里来做演出，真正是阮芒地乐团的荣幸吼。所以伫遮呢，再一次来感谢着咱的李长，谢谢李长。好，我有这个机会来遮演出唱歌，互咱大家来听吼。所以因含呢，阮芒地乐团也准备做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。希望陪伴咱各位乡亲度过一个快乐的暗暝。好，头一首歌曲呢，带来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幸福》。开始来，掌声欢迎洪燕小姐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各位开始两三万咱在座每一位同亲，表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幸福。第二首歌曲嘛是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吼，曲名叫做《多情的安娜达》。如果我们会跳舞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跳舞哈。